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讲台湾话，讲台湾国。我是阿春。今仔日过了敢好？过了啥款？敢会忝？邀请你做伙放互轻松，来好好休困。简单来小解今仔日的节目。毋知影大家敢有听过 ASMR？ASMR 是即个当伫咧 YouTube 特别流行的一个物件，其实就是一寡人录音还是拍影片，透过画面，透过声音来陪伴看影片的人，放互轻松，帮助你放下一天的压力。有的人若困袂落眠，伊嘛有法度看遮个影片，无注意就偷偷仔困去。ASMR 其实咧讲的是身体内底一种感觉，譬如讲，你若抱有机互人夹头毛，人咧帮你夹头毛的时阵，夹刀伫你的耳仔边仔，咯吱咯吱的迄个声音，有时阵会互你的头皮、你的颔骨仔后壁遮有一种电流的感觉。有的人感觉炯炯，嘛有的人感觉真舒适。有的人发现，这款感觉其实会帮助人较轻松嘞，帮助人放下烦恼。这个感觉，就有人甲伊起这个名，叫做 ASMR， 就是一款无法度控制，听到一寡声音，可能是人细声讲话，也可能是一款声音，也是这款声音，也是这款声音。也是这款声音，若要记咧是记袂了。大家人喜欢的拢无共款，嘛有的人袂有这款 ASMR 的感受，也毋过这款影片共款的帮助因放互轻松来休困。各位朋友，即马会使找一个舒适的所在，舒适的姿势，坐落还是倒落，听我的声音，来入去另外一个世界。等下，若有朋友拄久还是困去，阿春就先讲啊。
真侪台湾国的朋友，奉献伊的时间，奉献伊的气力，就是想要去做咱幸福的台湾国。毋过，伫咧即摆的环境，伫咧即摆的生活，嘛有真侪人因为安尼，甲因的气力拢开了，出去抗争，出去行街头，定定，嘛是会想想，有时阵是身躯顶会皮肉伤，有时阵是身躯内底会内伤，搁有时阵是心内受到伤害，家己受伤也毋知，共款安尼，逐工过。坚持逐工24点钟讲台湾话的朋友，逐工出门的时阵，定定加减，嘛会受到一寡伤害。有时阵，别人嘛毋是有意要来伤害咱，毋过因讲的话，因看咱的角度，定定嘛会互人感受，咱是袂受到因接受的。定定嘛是会消磨咱的耐心，咱的气力。所以今仔日除了要带大家做伙来放互轻松，我嘛会用我的意念来甲大家种百种的伤害，拢自然的恢复，转来平淡。其实，咱的身体拢知影，安怎来帮助咱维持健康。有时阵，咱爱做的，其实就是好好休困，互身体有机会、有时间，豆豆仔转来完全。毋知影各位朋友的目睭，敢已经空起来？
无法水，来帮助大家身躯顶无好诶水开。阮家己摸清气，先来喷你诶头，你诶身体，你诶腿，你诶骹，你诶手。拢碰过了后，敢有感觉身体变了较轻，变了较松？你若想要爱，每当讲时阵，头拄仔转开，你会当想象，你会开，若是透过你诶鼻、你诶肺部入来你诶身体，你会当想象，你诶皮肤所有诶所在，拢是你喘气诶一部分。想象气咧入来诶时阵，是透过你诶手掌心，还是你诶骹掌，还是你诶心？即款想象诶练习，嘛会帮助咱放较松诶，帮助身体好好休困。接落来，我嘛来喘气，我爱开，透过我诶手心，送入去你诶身体所有诶筋脉，互所有诶筋脉拢放松，甲今仔日诶压力拢放下来。你会当想象我诶手即马对你诶头，自你诶头皮开始，你感受到所有诶紧张，所有诶焦躁，拢离开你诶头，感受你诶头皮愈来愈松，你诶目睭愈来愈松，你诶面，你诶嘴愈来愈松，愈来愈重，越重越重，无法度停动，情绪是会动了。这种放松的感觉，偷偷仔落来，你的颔骨仔，你的脑
骨啊，敢若后的筋肉，嘛愈来愈松，所有藏伫咧内底无好的气，透过你的皮肤离开你。非常舒适的感觉。再来，你的肩胛头，这是真侪人藏因的压力的所在。这的筋肉愈来愈松，愈来愈舒适。我手会开，记你两边的肩胛头，一个开，肩胛头，就来你规个手，你两边边的手，筋肉愈来愈松，愈来愈重。再来，到你的胸口，你的腹肚，愈来愈轻松。会紧张的人，定定拢会感受腹肚遮的气无顺。你会当想象，这个气透过你的皮肤离开你，好的气，帮助你恢复恬静的气，嘛为你的皮肤入来你的身体。你的后壁脚趾柄愈来愈轻松，你会当想象我的手咧顺你后壁的气，为你两边的肩胛头到脚趾柄，互你的气愈行愈顺。你的大腿，你的尻川，遮的筋肉嘛拢放互轻松，愈来愈重。你的骹头趺愈来愈松，到你的小腿，
个骹，每一个所在，全身躯，足松足松，足重足重。你会当想象，你伫咧天上，伫咧云顶，世界是遮尔啊恬静，遮尔啊温柔。伫你的头顶有搁较济云，遮个云豆豆咧落雨落来，正清气的雨水，滴落来，到你已经放足轻松的身躯顶，这清气的雨水，甲你身躯顶、身躯内底剩的压力、剩的焦躁、剩的紧张，拢洗互清气，真舒适的雨水，洗过你的面，洗过你的骹，你的手，你的耳孔，你的腹肚，雨水毋若甲无好的物件炸走，嘛带来恬静、温柔、歇困，带落来，透过我的掌柜，我的意念，我的手，来甲伊伫内伤的能量，引导来你的身躯内底。这个能量，毋是我的能量，是这个世界生源头无限的能量。咱逐个人拢有法度接到这个世界源头无限的能量。今仔日，我来做这个线，就像电线共款，来帮助大家接这个电，这个世界源头无限的电，入来你的身躯。这个电，你会找到你身体内底失去平衡的所在，帮助你的身体自然的恢复。你若愿意，当感受我的手所送的电，
想象一个白色的光，你天上拍你的头顶，这个白光为你的头顶落来，你的头壳内底，互你的脑、胸腔、腹肚，安尼落来，互你的脚、你的手，身体内底，拢是一个白色的光。你嘛会当想象，这个白色的光变作一粒球，包围你的身躯，甲你保护，甲你保庇。伊敢若允准好的物件、好的能量离开你的气场、你的身体，伊会甲你无需要的物件，拢挡伫咧外口。平常时准备出门的时阵，嘛会当请这个白色的光来保护你一天，互你这天毋会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，互你这天心内恬静，一切拢真顺利。伫咧外口，会空快，你无闲的时阵，会当请这个白色的光帮助你专心，帮助你莫受到影响。一天结束了后，转来厝的时阵，嘛会当请这个白色的光，甲一天每一个任何对你无帮助的物件，请你垃圾互清去。原来阮咧偷偷仔收尾，偷偷仔结束，希望今仔日帮助你上无伫咧这段时间内底，暂时放下外口的世界，互你一个休困的所在，若有人还未困去，会当来下骹留话讲，今仔日
你上喜欢的是倒一段，也是后摆这款轻声讲话 ASMR 的节目，你想要听到什么款的声音，还是什么款的主题？有你的想法，有你的支持，阿春就真有气力，继续来为大家做这款的影片，这款的节目，帮助大家放轻松。咱青春放上头，即马嘛有一个 Telegram 的群组，来下骹的说明者就有一个群组的连结。咱入来这个群组，就是咱线顶的台湾国。伫咧这个群组内底，就是会甲台湾国的各位讲话的，祝福你幸福、欢喜、快乐。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